最近伫社会当中有真侪人咧讨论什么叫做政治啊？政治到底是什么物件呢？作为一个政治系毕业生甲目前的博士生，我想我应该有立场来甲大家小可讲一下什么叫做政治啊。讲到政治咧，有人头就歪起讲我无要讲政治啊，政治归政治，生活归生活嘛，音乐归音乐。但是咱要甲大家讲，这款的讲法有真大的一个问题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政治其实就伫你甲我每一天的生活内面哦。那首先呢，咱也是登去到政治学的学术的内面看学者是安怎来讲这个政治的。第一个，咱要介绍的是真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 Laswell， 伊讲政治什么呢？伊讲政治就是想摕到什么物件，伫什么时阵如何来去摕到的 ，Who gets what, when and how。所以政治就是权力甲资源是要安怎来去分配，由谁来去分配，伫什么时阵互分配一门学问啊。第二位咱要介绍的是 David Easton， 伊讲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的分配。所以呢，政治毋单单是开会投票，是规个社会的决定讲资源要安怎分配，谁应该有啥物这寡拢总是政治。讲到这，恁可能感觉这讲到拢听无，我无想要听。我甲大家翻做较白话来讲，啥物叫做政治啊？政治就是人甲人之间权力、价值、资源的分配，这就是政治。所以简单讲，人甲人要安怎相处想要摕到啥物物件，伫啥物时阵用啥物款的方式。咱常常伫电影内面有一句话，有人的所在就江湖这个江湖咧，咱伫遮咧改做有人的所在就有政治。你伫学校、公司、病院、市场，甚至是伫厝内面毋管你讲啥物款的分工背后拢是政治但是真可惜，咱会听讲有人咧讲这政治是别人的代志，我无要想要管但是咱要提醒这款的心态就是独裁者上介意的，因为人民对政治无关心，独裁者就会使做伊想要做的，把权力甲资源拢总放伫伊手头内面。因为政治就是咧讨论社会资源甲权力要安怎去做分配，所以咱去想看卖，咱台湾伫威权的时代，讲政治互去掠去呢？所以真侪人自细汉互教育讲，莫讲政治，因为迄段历史，咱做一个台湾人更加了解政治的领域的代价，就是自由失去甲生活无力感。因此呢，威权的时代，独裁者就是惊人民参与讨论政治，所以伊要去抹黑政治，互人民惊政治，安尼人民毋去讨论政治，伊才有大权嘛。过来，咱讲即马是民主的时代民主佫是啥物呢？民主就是甲公共的权力甲价值的分配权力，交互人民家己做决定，毋是这个皇帝独裁者还是这个国王咱家己投票，家己监督咱的政府，咱参加公共的讨论，这寡拢是咧武政治所以呢，嘛是做一个民主时代公民所应该爱做的代志啦。咱政治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，你爱生活好政治就袂用个歹。你袂使踮遐骂讲骂这骂迄，但是却无去关心即寡政策是安怎互定出来，因为你不关心政治，政治会来去影响你所以咱要甲大家讲你爱去了解政治的意思了后，莫阁讲啥物政治归政治，啥物归啥物物件，因为咱生活所有的物件拢是政治的效果。政治的结果，所以嘛，莫讲我无了解政治，因为毋管你有了解无政治，拢会影响到你。尤其是伫民主时代内面，咱爱有即款的熟悉，就是咱作为公民，咱关心政治，咱关心咱的生活。所以嘛，期待大家共同来关注咱的公共的事务，来关注咱台湾的民主甲台湾的政治。互台湾的民主会使更加发展，互台湾的公民的社会会使更加发展。有了非常好的公民社会甲民主了后，咱大家会使对咱政治开始去产生一个共识，来去透过各方面民主的方法来去思考，咱所爱的一个台湾是安怎的台湾，咱所盼望的美好的生活是啥物款的美好的生活